我们在座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莲友们，还有世界各地的这些非常精进虔诚、高度信仰的佛教信徒们，我们今天利用早斋结束之后，师父几句心里的话来跟各位大家分享，希望透过我们简单介绍，我们建立一个非常正确的人生观了。我们的生活态度也能够趋于非常稳定正常，不起烦恼，大家都能够成就，能解脱，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了。那么书写这一章是要告诉大家，鼓励大家，在人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活在人世间，改过就是忏悔了。你有错吗？你的观念有偏差吗？你的行为有错误吗？或者你的说话有时候太强悍了，有时候愤怒了，讲话过度了，这些我们知道自己有过失，做人不实在，不守信用，对父母不尽孝，对人没有办法用真心诚意的交往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过失，一点一滴都是在因果的报应当中。所以我们知道错了就马上改过，就是忏悔，一忏罪便消了，你所有的罪业就化消掉，清除干净了。所以不怕你有过，只怕你不改过，你就是固执倔强，非常的顽强，所以你不改过，那你永远罪业就如影随形的跟着你，那你所造的业障，那个恶报很快就会出现。所以要注意，你改过就是忏悔了，将你过去的种种偏差的行为改变了之后，你就是个好人，就是个大丈夫。所以忏悔能够将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业把它洗刷干净。谦卑就是礼佛啊，我们人千万不要贡高我慢或者是你藐视别人，看不起别人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自己觉得高高在上。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话，你这个人生就交不到一个真诚的朋友，没有贵人了。所以我们要谦卑，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佛菩萨一样，这样非常恭敬、非常虔诚的对待。所以谦卑实际上就是在礼佛一样，因为佛告诉我们，大地众生都是未来的佛吗？都是未来的佛啊！所以我们看到人就好像他就是一个佛一样，你用一种心态，用一种观念来对待所有众生，你就是在礼佛一样。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千万不要藐视别人，千万不要看不起别人，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我们修行的人呢，要谨记在心。守礼就是持戒，我们要有礼貌啊，要中规中矩啊。你不要说心态上过度偏激，行为上过度的邪恶，我们不可以有这样。我们进退要有分寸，该怎样自己要遵守，不可以一举超过那个范围，你一超过，那你就犯戒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持戒，守礼就是持戒，原谅就是解脱不要有一点点不愉快的事情，有一点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对方给你起了烦恼心，结果你的内心当中起了一种报复心。各位，你如果不能原谅对方，坦白讲，你的心压力重重，烦恼不断了，你的忧郁就会一直凝结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能原谅别人，实际上是原谅你自己，解脱你自己。各位，这个是最好的修行方法。知足就是放下呀。我们一个人懂不懂知足啊？老是说不满足，然后怎么样，一定要贪求越占越多你的欲望永远没办法控制。你不知足，这个人永远都痛苦。我们一个人能够知足，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欠缺，那就是你放下的吧。我对外在的贪求放下，我能够三餐正常，能够好好学佛，我的内心很平静，这个就是你放下了外在，放下了外在。所以知足就是放下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道理
你满不满足啊？满足。感不感恩啊？感恩啊。欢不欢喜啊？你觉得幸不幸福啊？很幸福，我们都觉得很幸福。那个知足的人，实际上你的内心就没有挂碍啊，心没有挂碍啊，一切都放下了。你看，这个是大修行人。利人就是利己啊，能够利益别人，实际上是利益你自己。你要帮助别人，以后你就知道别人看到你啊欢喜，他也帮助你。所以你看，你用什么心来对待别人啊？你要送给别人呢，其实是你送给你自己。所以我们能够利益别人，实际上是利益你自己。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们世间的一切痛苦，都是因为自私自利，才痛苦不断的发生。如果你能够为别人多设想，为别人多考虑，各位知道，这是快乐的泉源呢。所以，如果你经常想到别人，为别人设想，各位，那你的这种快乐是源源不断。所以，利人就是利己。这简单几句话跟各位大家鼓励啊，希望我们大家学习，好不好？今天非常开心，很高兴了哦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